轻轻松松来介绍台湾歌谣。刷落去邀请的这位青春玉女红青于台燕，还佫会记得伊的模样无？上介重要的，你会记得伊偌美丽无？哦，那这个于台燕，较早是我的梦中情人，水并无重要。查某囡仔上重要是啥物？气质好，那是于台燕的话，水排第一名。啊，那气质呢？伫我的年代，伊嘛是共款排第一名。啊，即马呢？哦，人伊讲伊无保养，都要个真水，身材真好，气质呢共款无变。啊，若无保养有法度安尼，迄原来是真无简单啊！敢有影安尼，请伊上舞台，你就知影讲阿琪并无讲毋对。青春玉女于台燕，也会唱歌，也会演，好气质，足有人缘，伫咧艺界好表现。阮若拍开心内的窗，互伊来唱，真正对同。青春往事，少年的梦，点点滴滴伫咱心房。阮若拍开心内的窗，曲水似水，无红袂动。台湾歌谣这首真红，伊若爱听是无外行。哦，这条歌敢若凤飞飞唱过，无毋对，有法度挑战凤飞飞，无几下。于台燕的歌声有影有迄个味，唱起来开口真好，甲凤飞飞两个人无共款的迄个气味，也毋过共款的，拢是真好听。来听于台燕所献唱《阮若拍开心内的窗》。阮若拍开心内的门窗，这首歌曲调优美，是公认上经典的台湾歌谣之一。足侪人拢演唱，嘛受到真侪人喜爱。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。虽然春天无求长，总会暂时消阮满腹心酸。充满着人道关怀吕传生先生，伊为着鼓励离乡背井的少年人，造成了这首动人的作品。阮若拍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苍黄。虽然路途千里远，总会暂时予阮思念想袂长。故乡，故乡，今何在？望你永远伫阮心内。阮若拍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苍黄。阮若拍开心内的
阮满腹怨叹。青春美梦今何在？望你永远伫阮心内。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。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。我甲你报一个好康的，好康的。煞毋知影隔壁阿兄讲阿基介绍好厉害的红狗爷，什么好厉害红狗兄？你原毋捌报？我去看卖啦。袂安怎拢袂紧。